Hello， 嗱，今期本中醫咧，同你講下一個好奇特嘅奇難雜症。嗱，有時呢個世間上咧，即係千奇百怪，無所不有。奇難雜症又係咧，有啲人咧真係聞所未聞嘅都有。咁啊，話説本中醫喺1991年嘅2月，喺呢個三藩市個 Candy 街開診所之後咧，就有一位姓張嘅越南華僑咧。佢就嚟求診，咁大概呢位患者咧就大概45、6歲咁啦。咁佢嚟求診訴説咧，就以前排華嗰陣時咧，越南排華，佢就翻到中國廣州嗰度咧，然後就去開大貨車做工。咁但係咧唔知點解咧，就見個臀部個屁股嗰度咧生粒瘡仔，咁於是咧就見痕痕癢癢痛痛咁樣。咁但係喺中國裏邊咧，醫1、2、3年都唔好，但係跟手佢就又落咗香港，落咗香港咧又揾香港啲醫生醫過1年半載，又係唔見咩成效。於是乎咧，後來就越南難民咁咧就嚟咗美國，喺美國咧住喺屋崙嗰邊咧就開咗餐館。咁於是咧喺美國啦，當然啦，咁又睇咗成10幾年嘅西醫以及中醫，都毫無頭緒。一啲效果都冇，咁啲西醫就認為：哇！你個瘡咁奇怪，既然係咁，我成日都糜爛不已大概咁大個瘡頭，呢個咁嘅陰瘡，咁成日滲啲液體出嚟咧，就冤崩硬臭嘅，好似啲死魚爛臭咁嘅味。咁但係咧就痕癢到佢最攞命係痕癢嘅問題，痕到瞓唔到覺，搽藥膏啊止唔到，因為喺裏頭痕出嚟啊嘛。咁點止到痕咧？咁西醫話唔啱割咗佢啦咁但係割咗佢咧，講明話唔保準佢會唔會再發炎㗎？因為佢呢個瘡好特別，水溶溶嘅，好似個沼澤地咁。咁於是佢嚟求診咧，我一睇佢病症既然裏邊行咗10幾年，中醫西醫敷藥、消炎藥、抗生素都唔好。話手術割除都唔一定話包佢好晒，咁根據本中醫嘅分析同埋睇法，認為裏邊咧就有啲細菌生咗喺度，造成呢個病。咁至於咩細菌咧？我哋中醫醫病咧，就當然唔係話有顯微鏡，有嗰啲西人嗰啲咁嘅研究嗰啲儀器咁多咧，就研究佢嘅。我哋只知道佢裏邊總之生到嘢喺度。就有藥醫就得㗎啦。咁結果呢位張姓患者經過本中醫施用嗰啲特效藥咧，每日食一執香爐灰、煙灰咁多個藥粉喺下午酉時食，因為酉時咧個脈咧就行到下邊行到腎啊嘛。咁於是等佢，因為佢病喺呢個下焦個腎同埋膀胱以及男子嘅生殖器附近。咁於是咧呢位患者食咗15天之後咧，突然間就見屙尿嗰度咧就有啲蟲屙出嚟啦。咁嗰啲蟲係點嘅咧？大小咧就有香雞牙籤咁粗細嘅，頭髮絲咁粗幼嘅，顏色有咖啡色，有淺咖啡色，有棕色，有啲微微地血紅色不等。咁日日都屙出30、40條出嚟嘅。咁長度短短地嘅1寸到2寸3寸咁嘅啫。咁總共屙咗成10幾日。咁有一次咧，佢仲驚住梁醫生唔信啦。現在唔係話我梁醫生驚住你哋啲觀眾唔信嘅問題而係當時個患者都驚我唔信佢啲蟲咁犀利啦。於是咧屙咗落個膠袋度，玩嚟俾本中醫睇。咁本中醫睇，哇！就頭先我同你哋講㗎啦。就嗰啲蟲就係1寸2寸咁長，但係咧有啲幼如頭髮絲，有啲係牙籤咁幼，有啲係香雞咁幼。咁顏色頭先講幾種顏色，結果佢話係咁屙咗10幾20天，一路屙個屁股粒瘡一路收水，一路縮晒。結果屙10幾20日之後咧，咁個瘡就埋晒口生晒機，就睇皮膚咧恢復原形，痕癢一啲都冇啦。咁呢個病點解會發生得咁奇怪咧？我
本中醫考慮咧，考究佢可能係以前咧開大貨車嗰時咧，唔知去邊啲邋遢地方染咗啲菌，由個性器官裏邊入咗去咧，於是就由個屁股嗰度咧就叫做發作出嚟。其實個源頭就喺個尿道性器官嗰度傳入去嘅，而發作出嚟個標本係喺個屁股。咁一棵木瓜樹，樹根就喺泥土裏邊，但係個木瓜就結喺上面個樹頂，個道理又一樣係咁嘅道理。咁於是將嗰個樹根裏邊咧斬除咗，嗰個木瓜咪收水咯，凋謝咯，咁啊疾病咪好咗咯。咁從此之後咧，呢個患者咧就冇再發作過啦。咁後來咧，呢位患者都有啲信用，因為佢當時揾我睇咧，佢話如果你梁醫生醫好我病咧，我俾500蚊利是打上嚟咁。咁喺91年啲人咧4蚊半一個鐘咧，咁500蚊啊真係又好勁㗎啦，話幾可觀呢筆咁嘅賞金啊！咁雖然本中醫又唔爭佢嗰份賞金，問題咧即係鑑於病者認為佢痛苦咁耐啦，如果我有醫術醫好佢，佢就出於心意打上你咁。咁後來佢都包咗200蚊嘅利是打上咗俾我，咁我都好多謝佢贊助我間醫館嘅裝修啊、整招牌呢啲擴張。嗱，呢個病例咧就講到呢度咧，大家啊從中裏邊吸取咩教訓咧？好啦，雖則呢件事我醫好咗呢個病者，但係我同我哋啲行家，特別啲西醫學中醫嘅嗰啲中西醫結合嘅中醫生咧講咧，大家聚餐 party 坐埋咧，佢哋梗係話我咧就子虛烏有。咁大家想有冇呢個現象咧？大家去分析下啦。OK。